大浪灣道巴士站起步，經大浪灣道覓打石坑入口，打石坑亦可稱為龍浪左坑，旁邊是大浪灣2號豪宅，需在鐵欄右邊繞上，在林中覓路，途經跟上了一條墳頭路，墳頭頂後面覓路，藍色位置是豪宅的泳池。入坑見一座長方形界石，這裡有道舊鐵絲圍網，續上數打石坑，沿坑向上走，四周很密，向右走望能突出重圍，完全是一條方坑，覓較疏落位置上走，約180米離坑右走向藍天方向攀上，走出林蔭。下面是石澳高爾夫球場，享受短暫的豁然開朗後，又要繼續爆林。很快就接上了打爛程頂山的東面橫山路，向龍浪右坑方向走。我們在左支覓入間位，附近都很密，唯有向下硬爆。很快就看到水源，整條間道布滿省藤，需不斷修剪。這時聽到密林裡有動物的叫聲，因為叫聲很近，而且四周很密，唯有覓路重返橫山路。隊友說不想再爆林了，我們便從橫山路向大風坳方向走。途中望望剛才走過打石坑的上緣，繼續走橫山路。這裡有崩塌，需要小心橫過。橫山路的路碑是明確的，但很多時被兩旁的植物掩蓋了。續跟橫山路上龍脊，往254山頭方向走，離開龍脊主徑。途中留影，回望龍脊主徑。下站去靈鼠廳圖石，附近很多人在休息。高爾夫球方向，四望尋石景，途經山黃霧，下望靈鼠廳圖，石澳泳灘。靈鼠廳圖，另一個角度也不錯。往大風坳方向走，再橫移接上樓梯，即是地圖上的灰路。往鶴咀巴士站方向走，乘巴士到筲箕灣散。